欢迎收看《后山太上宫》，有啊，太上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土姐中阿中國強下嚟了後生人打在鼓了，你下觀眾朋友你就看眼麼？你下坐喺話下圈到，乜嘅？你講看唔清楚？你下看可能本眼科先生去看嚟做乜嘅？按樣先講，因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發現到，全世界嘅權食率係差唔多係8%到62%按到天天。不過根據台灣嘅衛福部嘅調查發現，6到18歲嘅細路啊，記得嘅權食率有85%按過。韓國嘅超過600度嘅權食嘅成人家要減20%按到，你係全世界打到頭名。不過你唔係特地按腦嘅事情，你下天子產品按風險嘅時代，你嘅墨水係唔好看清楚咧，咁會繞聽到了解後生嘅老大家分享一下，記得嘅墨水到底係好也係唔好嚟總上分享。謝謝大家收睇到阿志怡。大家好，我係木竹1.2，還有1.2嘅好棒棒後木竹。好像非常的就是那個虛心呢。錯啦，1.2，1.2，好棒棒後木竹。好嘞，不是按呢哈，我們就知道那個，那現在哎，左邊右邊。左邊。好，下面。下面。好啊，你回家。好。好，弟弟找到這個台麗嘎。大家好，我喺寫嘅時間呢，就條條帶藝阿靜木匠帶到全世界的嘎。哦。可以長到嚟講。揸杯脫熟啦。誒，揸帶配上嘅木匠帶到7家，木竹帶快。這個7家懂聰明嘅敢唔講？哦，對哈，其實我是都唔是啦，因為你公用版型帶沒用。係啊，沒有變的啦。其實唔知啦，小概的回去呢。大家好，我呢係有一啲啲權勢，韓國。有一啲啲老飯嘅回敬。還有開始感覺到那個慧清姐姐。太好證明了，慧清姐姐。慧清姐，我覺得還在讀研究所嗎？才20幾歲就老花。就是因為讀研究所。聽認真的啦，聽認真啦。其實大家設計都係艱難。大家好，我係唔敢去雷沙，但向上我清潔運動維持好視力嘅艱難。你都係維生嘅好木水，咁真健有氧咧。聽晒啦，大家都係白camp。大家好，我全市行業但係700圖哦，咁我哋一下要做10個萬雷沙嘅中白camp。對面有這個就係機器人咧。大家好，我係帶一般的木匠會動松松，唔過帶運行的木匠哦，冇松松嘅機器嚟啦。哦，阿健真健冇適合帶運行的木匠，唔過真健一開始就講到台灣嘅權勢力係差到全世界大頭名，你真健唔係得第3批嘅事情，很厲害哦，很厲害咧，真健吼，但係差唔多吼，搶商人有20%以上，就有600圖嘅高圖權勢。一下來睇下來測下人嘅木水有好冇？來看一下嘅螢幕嘅燈號，有看到4隻數目字冇？來下一下，你看到哪4隻字？好，哎呦，有掉音冇？咩有掉音？有2、3音。好，睇這個寫圈係3246，有1、3音寫作300人。本身係300啦。好，來廣告一下哈，來看一下，假使你係寫3246嘅人，就表示講你嘅墨水其實冇乜嘅好，係權勢加上3講嘅人。假使你寫3246嘅人，你有3講冇講，唔講冇權勢；1246嘅人有權勢冇3講。假使你寫到係1246，你係公兩牌，大家睇到吼，1246表示人嘅木竹非常嘅強健，大家來看下。你認真寫1246咧，有真緊。有
非常可以看进去吗？我看不到，大家知道哎，那个跟300人班黑兄奶钱多呀，那个300人哈，佢不哎，他没有在我们标准单面，其实睇300，其实家开可能係佢喺天站，哎，去本線上看木主嘅嘢，大家知道那個有準冇？冇馬準，冇馬準，好，你知道咧，好啦，最尾嚟講，你係講笑啊，真嘅，真嘅係講笑嘅啦。所以個數目是到底係那個數目是好聽名錄有一場好東風係內容農場出來，那如果你看到這些數字呢，就代表你的視力可能是怎麼樣。如果眼科線上體上睇下，你全係好笑，冇可能用見情樣。咁假使想係尋一個木主，應該係勸示一個成功啊，其實應該係正經嘅衛生嘅場所，去做呢驗光，這樣做的看中一個木樹要幾好。但是呢，我看這個真的可能要去看一下。唔單止係看眼科哦，可能看進心科哦。我唔係佢睇這個看得強肉，啞巴都係吃了吃飯太嘢。叫帶木匠呢？好啦，正經嚟大家嚟講一下，這時間之間要吃到嘢嘅木主友好，冇係講係用辦法嚟看東西咧，阿姊。嘿，係咪啦？因為呢，其實捱細細嘅時，捱媽媽就會威脅捱，因為講可能佢就會講話，唔看電視啊，我有一隻企理，韓國咩會規定時間，佢就跟講話，那係你按權看電視，係呢，你看到木主會敗退，佢講會敗退咯，我們講帶木匠都唔好看，會動謝哦，捱就會動匠，嗰時捱就會聽啲媽媽規定，韓國人呢一步看，捱媽媽就動兩條，媽媽規定講，你用天為時間，咩為規定，乜嘅時間用到乜嘅時間就總嚟用咧。都後來去佢可以為咗帶學校，啲學校點解都咩冇乜嘅天子產品做嚟用？係不用管啲們trop濃嘅。咩冇天使好看啊！告訴一下佢好棒棒，好木主。好咧，唔是講強調咧，好冇？你一點2樓一點其實正經家己講動強，因為一下就講到嘛，正經全台灣差唔多13年地板就93年有近視，你有50度就算近視了。哇，我是精英。我不曉得。我哋咩電動過嚟養的？背景嚟講，按從社開始吼，按用我看要按工作用辦去用一個木主嗎？我看伊冇用辦因講，用辦用嘅木主，唔過我自家看，你睇世界嘅方式是係我好偷看然後偷談。所以觀察了世界，幾多白角，係幾多白角啊！佢算到佢拄到間5年之間，應該很好，係很好偷談，然後偷談，然後偷看，佢哋拄到當相愛眼光嘅，應該是會一起看。唔好見看嘅，我已經看嘅啦。佢有空當中偷窺，很奇怪。但是我也去看到，因為講到你像係變態呢。係啊，因為我就會看到看到嗰張影看嘅，實在看佢唔係按樣影啲嘛。係，我係按樣影嘅影，我最好看嘅其實係龍影撈鳥嘅，還有聲音啊。龍影鳥撈聲音，你都俾面出錯呀？你都俾面。因為我是有幾多當貼片啦，對啱來會觀察啦。係。邊個家嘅背景講，因為佢從社時節係用偷看偷談嘅方式來認識睇自己嘅白鏡，而嚟社時用辦去用一個靈魂之窗。其實我因為我家下開窗時就講到吼，我冇做雷射手術之前係700度，我骨小嘅虛節是可以去點散通嘅，散通啊，那個散通劑啦，就點你都看唔到。會看得到，唔過個日頭曬落嘅虛節會回光，尤其係射虛節啦，骨小嘅虛節咯，但日照眩來做咩？眩氣燒會，所以射虛節啦，虛相本性上罵講，哎呦，做乜咁冇看100度，會一直這樣子。已經看唔到啊！本然睇撐到看唔到。係啊，後來到各種嘅虛節啦，是會透大概種圓形嘅木匠，隱形眼鏡，它就變身成當成韓國嘅那種明星強壯。我做扮演隱形眼鏡當鬼呢？係，錯，睇人賣嘅錢啊用。發到各種嘅虛節啊，好挑選物啊！就是我會開始戴嗰種白色嘅木匠，白色的框的，故意加木匠係白色嘅一種，真的很帥。然後會變色這樣。遇到唔會變色。你嘅路應該戴。我去到我自家非常排頭結果咧，我通好前係買馬地嗎？叫我白目鏡。你用白目啊？都是他白目鏡誒，各種
对啊，白目镜啊，要 hand。现在也可以改白目签啊，所以我后来一定要去做镭射手术来按用力。莫来做旁木嘅，木珠係因為配木木竹，哎呦，木嘅一個阿 B 嘅，嚟講下用班用人嘅靈魂之處。我差唔多係啲小號同3年生嘅時間，就開始有按嚟嘅情形做出來，就開始看唔到，開始做講，哎呦，看唔到就沒啦，開始做有按嚟嘅針頭，哎呦，看醫嘅地方，看冇買到，冇辦法攞牙弓動槍。冇辦法對焦嘅嘛，嘿，唔過佢冇反應啦吼。啊，最後跟木主辦木咪咪嘅嚟看啊，看嘢嘅時間看唔到木咪咪嘅，結果看你就發現到，哎呦，因為佢是木咪咪嘅咧，係咪有一下圈絲嘅呢個種嘅情形做出來哦？啊，度後啦，牙木卡出佢一個10倍木鏡點嘅，哎呦，動傳前我講挑白書台，牙做啲啦，牙巴冇見冇本牙，見冇留本牙，幾富二代啦，富二代，叫其實夾諗嚟就。做一個天路嘅眼講啊，眼媽出嚟真嘅有圈絲，嗰時候就嗰種是係呢算嘅種假性嘅圈絲啦，做成 P A 機，動線差唔多100圖左右嘅嘅圈絲木鏡，做成數嘅時間做嚟看嚟都做成攞佢帶起來，啊，做係按嚟起。那用這樣唔會大送啊，因為木卡度就會做壓嘛。係啊，切假穿啊，千多嘅銀行冇愛就拿本嘢嘅動作褲啊，要拿一幾來，假咁大啫，假咁大嚇。唔講真件啊！冇講出來啦，真件唔好講出嚟，太假就電影木卡同穿錢嚇。真件係問下觀眾朋友，就係講知道人嘅木竹，看起來蒙蒙家下，唔要做呢條嘅處理，韓國詳細假使係木水當好，結果乜嘅情況之下，將本人嘅木竹看快睇咧，等下再來繼續來大家向下來分享了。而家用帶木鏡吼，就在偷樹咧，錯，一般係動位偷樹嘅人就動位帶木鏡，因為係用寬嘅動槍都係哦。兩邏輯太出有問題。偷你繼續應該亞洲不就好，動位偷樹哈。不過呢啲時間，我好啦，你也是。我會偷樹啊，你沒有買票。歡迎大家都做嚟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吼，睇自家聊下木水吼，真件我顧好來吼，加入大家可以分享到細時節用版型來用自家嘅木竹，唔過有人細時節本來木竹好細，結果撒行喺本家咩通巴種嘛，哎呦，用乜人才高啦阿簡呢？只係細時，講到聽這係冇。我可以霸種啦，霸種嘅時間同一霸種。好，你講下。因為我小嘅時間，木竹私立同學1.2、1.6，唔過咧我隔壁嘅同學叫圈絲，其實按你上課嘅時候按你木咪咪，你知道按看起來很酷。就好奇安尼，哎，眼妹有好，真嘅，我就上課時咩按你木咪咪，咁眼妹就鬧到我看你圈絲，就去檢查，唔講用版檢查就冇1.1，好棒棒，好木竹，好咧，用版按你，眼妹就冇眼，就老師講老佢講，因為咧隔壁嘅同學就按你木咪咪，我就好奇，嗰時候報名咧，眼妹去講看到眼木咪咪，佢就會本眼一巴掌，就打敗咗按你，結果就打到敗退咧，就打就敗退。係呀，關心下壞習慣改過嚟，唔過就圈絲咧。你講係打到敗退，本來木竹好細，把個馬桶啊下去，木竹講名嘅，用嘅在真嘅嚟一開始講啊，細時節木竹本來好細，結果細時節嘅用木竹錯，老啲木竹看壞退，你講係用白起老木竹咩壞退？從我條擺咪係嘅紅木竹啦，吼，咪1.2紅木竹嘅。好棒棒系列的哈，係系列的。唔過其實我阿姊呢比我行較會偷樹，唔過我阿姊偷樹偷到帶木鏡，唔過我自家偷樹比佢下好啦。嗰時我就想講哇，點樣用帶木鏡吼？就係偷樹咧，錯，一般係動位偷樹嘅人就動位帶木鏡，因為我用寬嘅動槍都係哦。兩邏輯太出有問題。偷你繼續應該亞洲不就係好，動位偷樹哈。不過呢啲時間，我好啦，你也是。我會偷樹啊，唔要買票偷樹。嗰陣呢個時間呢，我就想講，應該係條帶我阿姊嘅木鏡好咧。沒有變到動位偷樹，我說我大半號，而家結婚嘅時間。小叮當嘅假打風，就跟真嘅我呢啲
伫条甩木嘅时间吼，我就条风出来去带夹木匠带款呐，结果就发现哦，原来迄按用嘅感觉，本起个粉粉呢，按用，哇，好 enjoy 这个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开始间爱香米就困死的，就因为按用。你讲迄爱弄有问题，其實真東西啊，佢是有眼神，就是那種懵懵嘛，不過你還沒冇激進啊，中庸嘛。我們歡迎下題，嘿，歡迎話題，係真係好開啦。自己背起來講一下，你係做哪啲事情，結果木主幫你看法嘅。其實我未相信，我一開始係該乜嘅1.0 1.2，好棒棒，好木主。我係因為到過小4年先開始是看該中國民間故事，看宋情是都好看。細說台灣哦，唔係啦，中國民間故事，因為那個《聊齋》啊，整個一系列是都好看，看都是晚上睡覺嘅時間咪喊上喊來看，喊無喊因是話阿媽是話阿幾時想講我睡冇嘅時間咧，就唔得再個看，所以我是會偷看。是會控到屁股底部都卡手偏痛啊！因看，哇，看此該開始聊，我視力就開始一天越來越步步高升，係是越來越唔好，越來越唔好，開始開始安因倍速成長，所以到最尾嘅時間，我個度數是一張木珠係800圖，一張木珠係900圖。800-900，哎呦！很彩愛一系列做得夠加油哈，做得好。給阿志伊咩喺動好，從嗰動千嘅聲音，叫俺大家都強用啦，從這動好看到屁股底部來看東西，係嘛？按用真有童年，因為這件就係以前就會爸爸媽媽講我睡夢了，就呵，我睡咧，佢條做了後，我就會。因為你按用車架本記了，就看得到咧。可能我就會第一個屁股就會係用手機按用留意下，再個係用個手電筒看書啊。嗰時我就按用個，我就常常就驚死嘅人，係我就同驚死，然後就講啊。還沒有講過誒，那按用做嘅話呢，你就會擘個黃斑部病變，給天公你嘅嘅木主就看唔到。我就同講我睡了一覺過後呢，天公你就看唔到咧，係就想唔到咧。我一上到嘅時間呢，我就結個種聽到嘅東西就熟悉了，結個睡夢。係，韓國牙牙下真嘅就會1.0、1.2，好幫忙好木主。喺古時嘅牙牙下就非常嘅保護牙好木主，因為像牙前一步啊，就一下木主感覺有就會怪怪就。蒙蒙誒，有東西卡卡誒，因為就有人講黃斑部病變，黃斑部，我有一個像小蚊子，弟弟我都愛用，跟很多飛蚊子，我那個就係木須甜甜啊，就是我真係凍驚，因為我種輕輕看天咯，看聽到誒，故所以我就夾咗音樂睇過向誒，我就照起本醫生看，跟醫生就用冇事情啊，就一類東西，是真係木須係冇？沒冇事的，係。就我買嘅灰色垃圾東西，唔過買起個用唔睇，係記住還用那個放大鏡，按用看，然後把它用掉。記住我後菜牛來切啦，因為那些眼鏡按用擼嘅眼目做，可能擼快睇。冇錯，後菜眼要維持好。好了，謝謝好棒棒代表哦，撒哈拉呢看一下不棒棒的代表，所以基賢，唐講哈，佢愛為自己伸冤，佢嘅木主快睇，唔係即個看快睇嘅，唔係，係夾爸爸攞件咩快睇？伸冤啊！就係牙拔啦，牙拔用來按切，唔係啦。就因為佢頭擺哦，細嘅時節對我出世都我差唔多小學哦，就童年嘅時節啦。就懂好用嘅翕相機來記錄我哋嘅成分。哦，佢用是翕相機嘛，傻瓜相機，係啊，我嘅翕相機嘛。然後佢要轉嘅，係真就緊翕吧。最高記錄我記得差唔多1-2禮拜哦，為做去攝相館留嘅相片攝出來。哇！啊，就按嚟開始過後藝術圈師咧，啊唔啲太搞種，做乜解我會講係翕相機嘅關係冇？係啊，閃光燈。哎呦，好係咪解？我不知道。唔啲好閃。要端正啊，因為北強係명神嘛，你要張地嘛，帶給你，因為是很豐富啦，又帶給你條毛，你要是捧他呢，好喜歡，我以前我按嚟嘅條木匠啊，古上嚟就按嚟搬進去嘅3公燈哦，這樣進子。跟你講，我有
圈死嘛。圈用圈死。哦，跟就会伢爸爸的问题。係，就係捱爸爸嘅問題，絕對係問題。啊，就係因為安尼就圈死你啦。哦，我知道唔知咁樣每次嚟負責嗬，兩下做得嗬，都得而且從白看家一開始講到周樹孫，加油加油哦，繼續賺錢哈！你哦，下成年再嚟講哈，今年來講一下自家係發生哪條事情。因為呢，我一開始圈死嘅時間，以前就人嚟講，唔好一放鬆就戴目鏡。唔好凊彩就單聽看書嘅時間，看電視嘅時間，當做係戴目鏡。古時候人去學跳舞嘅時間，我就冇戴，唔講我就看唔清楚線上嘅跳嘛，我就亂跳。表演嘅時間咪亂跳嘅，線上就當劇。那你會演 solo 咧？真 solo。喺牙線上嘅真係衝牙尾，打到埋咗人痛啊！叫埋嘅東西啊！痛到這個劇是方面感覺莫名咪按鏡看，因為這種時間嘅吐書就一下變到動過按呢。因為都唔得愛用鏡愛用看。真嘅，方面呢，因為這種時間唔敢戴個隱形眼鏡。哦。唔過咩都唔得戴目鏡去表演啊，難看啊。古說按呢，這種時間嘅吐書變到動過，一下100塊了就會戴目鏡。安錯個。難怪有上次看東西就係。係啊。關西。唔過有人真嘅嗬，啱啱講到屋卡嘅。白卡嘛係福卡嘅張媽媽，係真經係張媽媽。我了解故事很有張爸爸嘅，因為張爸爸係一隻吼當效日本嗰種風嘅嗰種中風嘅人啊。譬如講嘅福卡吼，日本嘅福卡吼係嗰種那種日式舉高嘅嗰種門啊，紙糊的用紙門啊。大家用中風啊，用頭腦用白起來，中風啊，裝潢，還有門啊，係日本那個舉高嘅啊，佢就嘅燈都未係哦，這種藝術燈啊，所以嘅造型類嘅講哦，會寬啊，汪啊，都要氣氛啊，咩拍拍嗰種係，所以哦，我就係按用日下線上日線時嚟講，哎呦，就開始就解下就講到嘛，有一種假性近視，結果咧，我爸爸我媽媽冇疼啊，冇相信啊。後來人家國小3年生開始是開始戴目鏡咧，韓國記得我見人喺圖書館去寫作業，去寫題目，結果700圖就要用來咧。佢寫書之後，因為我當校嘅橋牛啊，橋到最當個，哦，韓國戴隻目鏡，你當潮埋啲冇？書呆子，大熊，漢版大熊，噔，好大熊，又強哦，智力的部分該唔低啊，尷尬了，我看到你會講盧廣仲，確實是這盧廣仲可能還蠻準，唔過真緊啦，因為講一下大家都是眼睛藝術，只是見不見動動應大概圓形目鏡，一下白鏡摸大目鏡，唔過本人來講下，做哪都有事情，天錯一天我戴目鏡，忙是做唔下去嘅灰氣。我哦，所以我睡夢以前目鏡一定要不用到我說，我用春秋做的咩的都該會說，因為我目睭一打開來，我是一定要戴目鏡，冇我到民眾行到偏手嘅距離是差不多兩到間呢，我是會丟到歐嚕嚕，所以你要敢搖。係因為歐嚕嚕貼布咧，我根本是看唔到機啊。是丟到動到，所以我是一定會戴目鏡，我是係頭下丟到機。現在我是我視察，我是絕對會戴目鏡，我順後感應都動危險。你不要危險駕駛。係，就不能危險駕駛，一定會戴目鏡。所以結論是係不管我做乜嘅事情，是係都係一定都會戴目鏡。一定會戴目鏡，冇真嘅話，乜嘅東西就看唔。是種像面容。係，跟你講，你只講乜嘅時間，聽說會戴目鏡。像其實我自家係閃光都秒衝，不是我去啲走條路啊。很棒哎，因為他這樣中秋節，人家看1個月亮，可以看5個。他就看進去歷史頭時間你會高射上面漂亮。不過其實因為我自家都唔好戴目鏡，所以我戴目鏡懂這。古時候呢，平常時因為戴個圓形嘅目鏡嘛，吼，唔過我自家嘅目珠要做唔得戴長條嘅圓形目鏡，會皺皺，係會皺皺按鈕。古時候我平常時呢，一般行路嘅時間我都冇戴目鏡，就看天嚟按鈕，係看天嚟按鈕行路。唔過哎媽嘅時間嚟戴目鏡呢，就係用乜衝到頭前。我完全係用魚光看啊，導盲磚啊，結果有眼睛都依照導盲磚在走路的。已經看天嚟就人講，我講哎呦，
前嘛解毛。哦，因为其实有啥事情冇想去戴木匠嘅时节，可能北强啲导演，然后上家门啊，我就冇看到给木主黑门啲款来，我就不想要回应这个事情这样子。不是我买啲时间戴木匠呢，可能就会走条路啊，要去加那种视察嘅时间啊，这样会戴木匠，其他其实就即係會帶電視。咩唔會？其實我講我會呢，會啊，先生，怎麼可以戴木匠？新年先買帶電視。我以前我帶人食啊，冇看唔懂啊，牛班對面。我幾年前戴木匠我看到，我講過一講啊。他買本所有的觀眾朋友嚟看一下了。如果真嘅家一開始真嘅大家講嘅就係勸世啊、散工呢一方面嘅問題，除咗勸世然後散工以外，觀眾朋友呀嘅木主還有其他哪一條嘅問題冇？呢一條問題要造成嘅成發當空嘅麻煩冇？等下再嚟繼續留大家叫下來分享了。那是發現我已經看唔清楚誒，我以為安用音誒，當我這樣子的時候，我就很有感，開始啟動，哎呀，我還沒浮現出來了。對啊，是安用音，現在才發現，哎，安用音上看得清楚呢。好，來，我們做一集老花眼特輯，就只有慧清。我要給你這個傀儡終身才上過。歡迎大家多咗嚟後場睇上工嘅節目現場，大家注意嘛，木主係你嘅靈魂之蟲，可能呢一下冇顧好，人嘅人生可能就變到腐敗。佢家講到太提嘅勸世嘅問題，除咗勸世以外，台灣人嘅散工嘅情況咩非常嘅普遍。啊，記起係散工有影響到人嘅生活，除咗佢半夜半晝看到40個嘅講片，還講看到10張一條嘅，哦，冇啦，啲動作係後羿啦，係啊，YouTube 未看到咧。唔係啦，跟散工哦，對我嚟講，因為我無動程啊，差唔多100-200套嘅散工用嘅吼，基本一般嘅成法冇乜嘅太問題，唔過有嘅太問題係乜嘅啲視察嘅時間，哦，嘅對象啊，係講有嘅咧很多大面功能嘅時間過咯，哎呦，長嘅時間，一下你會發現，哎呦，青春媽都看唔到用嘅，啊，你過1-2秒時間，哎，這樣回神啊，哦，所以從呢看電梯啦。一條嘅展覽啊，啲現場咪會有嗰條霓虹燈、投射燈光源，包含你樣旁啲嗰啲全部看唔到。唔係啦，唔係咖啡樹都有樣向，誒，咖啡樹個，哎呦，像嗰media帶啲木匠嘛，就冇乜特別嘅感受啊，係冇帶木匠嘅時間會說，哎呦，係咪有兩隻樣嘅啊？大家應該有散工嘅都有按嚟嘅問題，尤其喺青夜班嘅時間，最後一定要帶啲木匠，我冇，哎呦，不容易有兩隻嘅，看到嘛嘅。理解，你知道除咗嘅勸世以外，還有乜嘅地方木主嘅問題有影響到？係有誒，佢像係自家勸世啊，差唔多250套到300套咁樣。算錢的啦，對，算錢一個幾百度的高手。但是呢，真件知道最麻煩嘅係嗰個散光。你知道散光對你有輕度影響，你係成？有誒，嚟知道，因為像平常時間就冇好帶木匠嘛，吼，或者喺講平年啊，老係上家門嘅時節啊，佢真係每個人都解木主愛用，係啊係啊。唔都在哪？你好像很想我係散光啊，錯，散到不知道哪裡去。所以真件散光吼，佢白鏡睇慢慢有散光嘅那種。問題，咩偷白天你啊很nhiều，因為我家下就講，我要做鐳射之後，咁個散工係做唔得鐳射睇嘅，所以我喺散工度你下下要200套左右，比如講視察時其實非常危險，比如講一款燈啊、路燈啊買東西，佢外部又還會有加鉛。有會共線的感覺，對，就很像那個片給星夜強融，哎呦，他覺得每個地方都有觀世音菩薩喲，隨時有嘅顯靈嘅哦，所以我其實都冇便利啦，因為看東西嘅時間我看唔清楚，尤其係大木匠時間，所以我哋下視察嘅時間，佢要陪那位附近木匠，佢都係但孫半嘅散光帶，係啊，哦，咁容易唔係做得，因為尤其動作係。通熟嘅概念，因為勸是好好做嘅鐳射，唔過散工做鐳射做得咁好用，唔過費勁啊！你呢下追求彈鋼，還要去做木主嘅檢查，係，那其實一團戲一團戲，佩哥知道困擾。馬莎，佩哥，他能不能討論
问过咧，所以咱其实都会定期去做木主嘅检查，和最近一次做差不多无一年咧，所以我近视嘅图书又好讲大一点点。哦，该动好啊，动好啊，咱系落个落发偏边的。冇啊，即系我用讲哦，因为眼镜生就老安讲，他讲捋下细节了，根本捋到完全冇，跟住捋住掉个裙须底下那落掉的细节冇法子。我现在自己会安用咩？真是咧。我两下是唔对啊，因为我两下系裙丝嘅度数又好讲大一点点，唔过是有一啲啲老花眼嘅度数。可能就会俩张努力哦。我唔对啊，因为我因为白色去卖东西，嘅包装袋当背唔系都会写票洗票票啊，买个新款啊。唔过是咩都全部冻死咩。我就发现我已经看唔清楚诶，我以为安用音诶。当我这样子的时候，我就很有感，开始启动，哎呀，哇，浮现出来了。系啊，是安用音，感现在才发现，哎，安用安用音上看得清楚呢。很薄后我是动，真是动有感觉，因为都动心，你真是安用音上看得清楚。去检查下直接长第一讲，哦，原来真是老花眼，是包浪图。对你下去最少的时候，哇，快太了，你下总咧按到后上咧。哎，我讲后上台上公不发我通告了。唔，我怕你们不接受我们的通告。好，来看，来我们做一集老花眼特辑，就只有慧清。我要给你这个回来终身台上过。没有真给啦，因为我还是会继续发你通告，自己来讲，然后。我就係要木做剔好嘅問題啦，排聲啊嚇！因為其實呢，青島人都唔止講我真係冇圈視，都會鬧到講我係有帶嘅軟型嘅木鏡。古時有把我翕嘅作品就係平面嘅翕相嘅部分，跟住時嘅粗形時就見鬧到講我有樣嘅圈視係我平常時帶嘅軟型木鏡，其中特別準批嘅動到色嘅變色片我本來係其中個嘅等下嘅畫種法睇過我畫種以前。老人摸一下嘅軟型嘅木鏡，我講嚇，我睇軟型木鏡，其中初下愛用等下翕相組愛用當好看嘛嘅，我講好，唔過我冇帶過哦，我吃看嚟，我佢就講嚇，嗰時你冇圈視，我就講我冇，嗰時我就想好啦，我就愛配合叫，我就愛用勁動嚟嘅木，勁動就動上去。流木字，你我鬼家全部縫縫，佢看到就喊你冇帶啦，我講等下全部縫縫就唔好翕嘅。真嘅有上次香港木煮好、木水好嘅，咩有啲嘅問題，唔過真嘅下家講到即個問題有上次木煮就唔好嘅，你係做到事情本身個真嘅唔係愛燒，也係愛叫阿媽大空口嘅機械，咩中央有那種動木煮嘅問題。對啊，大家談到要嘅自己的講嘅時候，哎呦，我呢個心哦，會動通你嘛，感同身受，就木煮咩動通？因為佢哋用沙車係木煮動彈，因為大唔上氣咧，就係會強啊，強嘅嗰啲就最睇人嘅嘛。我聽人要聽數據，我聽數據帶，結果佢就買數字講夾。後來就有一擺係嚟嘛，後來就讀到白強，誒，啲數真係動厲害啊！哎呦，韓國叫佢對順口人嚟講哦，唔好強，誒，飆啱落去，誒就飆落去咧。因為我鬼裝區真是可以是太大的啊。係啊，冇係是真件吼，要用運動到木主要用縫，不過有啦，帶上去過後哦，之後有較好地位。可能迄面聽做迄木夾帶啊，以前的木匠，大概差不多10分鐘、20分鐘哦。早早誒，就知道早，哎，點嘅人工的木質有冇？所以點落去之後，才會較好。啊，我就想講嚇，跟我有要罰錢帶嘅東西，啊，有木主對木主冇按孔天，啊，算係，就冇帶木匠，現在帶木匠最好誒。帶木匠太遠到啦。其實個年輕的木匠後面奮鬥多種，所以賣下貴掉誒，它那種含水型的，含水量夠。應該你幹做那條事情，本太家知道真嘅係阿媽大。係真嘅為到條路為到愛講吼，我家出條像講，我冇想去帶木匠嘛吼，古時我見啲帶圓形木匠，像我也係木匠木做吼，其實就早嘅唔係嘛。係啊，係，但是其實真嘅帶圓形木匠吼。當上海藝木做啦，係啊，喺古時呢，我記得有一擺，我帶圓形木匠帶到我嘅眼角膜破皮，對，眼角膜大
大破皮哦，真嘅，就會檢查嘅時間，其實你係全部嘅木主按用天氣都用啲嘛，因為嘅時間係按補養，係唔知發生乜嘅事情，但係知道話按木主痛唔啲嘛，痛到真嘅衰唔停。你帶點水啊？唔係冇，佢就完全係我一開始就覺得拿鐵咧，但是嗰時就早嘅按用，我想講應該冇事情啊，但是衰水木嘅時候就見啲流木症，係見啲流哦，真係酷，真係流木症。沙用啦，冇啦，但是嗰時間真係動艱苦，因為我就想喺大嘅急症嘛，但急症又冇嘅眼孔，哦，都唔得看，就都唔得，鼻頭人膽腔領口長，超懂眼，因為急菌呢是會有嗰種差唔多會死嘅煙，對的那種，它是排在很後面的，對，我是排很後面，而且是打不通的狀態，係，不過我真係會吃到我木主愛磨，好長命啦，好長命咧，喺我面眼點用吧，我就見流木症見衰退，係，見上愛本次嘅按用衰退，因為我田講一含有條路，係條路係韓國又係撲嘅愛見條路，有會帶，係，基礎冇可能會帶木匠啊，基礎帶啲運行面鏡跟運行木匠啦，吼，唔過呢幾時間啊，就田講就老嘅製作單位講，誒，我真的不能戴隱形鏡，我木匠，我木主真係會死皮，係，我建議呢，我用慢啲喎，因為木主全部會縫嘅，我就帶個密條木匠，太強烈，動作喵聲用咯，唔係動作喵聲，佢就講。定下行嘅角色啊，就會唱給小黃旗用哈，你就聽聽人家嘅夥伴哈，你就是一直攙扶他就對了，這樣子。他說這樣收視率比較高，就冇問題，你們去按你嘅角色。小黃旗躺頭會狗你耶，狗是拜託，那你要唱一下線上你是我的眼，會唱西這個唱嘅，係，嗰時隻 Andy 有按用上，唔過真係動腔幾位高 Andy，係啊，佢反因為不你狗啦，是總嘅，唔過講到真嘅唔啲愛笑，行下愛叫哈，阿自己咧真哈，真嘅好得根本上阿 V 而無來，因為欠死。真嘅我講實力排寫阿 V，因為按做廣播節目就動家，你可能當我會變贏咯。跟因為你就動夢還數，還會變越講法越看。嗰種樣時我就見講就看咯，因為嗰時嘅 V 嘅專輯張出來，基本都有一條歌曲，我都台北客家調，冇錯。唔過嗰時我就見看，我就恰恰看到佢說，好，跟住下來來堂都去台北客家報。你還要解釋，因為那個鬥那個客家詞就是鬥智孔的鬥，他以為是客家寶貝的寶。哎，人家動這種台北客家報，韓國我去搞完全唔啲，韓邊嚟用白，台北客家報。後來有一個鄉鎮的鄉親大天發到天台排寫叫人到台北客家調，嗰係愛寫的歌曲。冇啦，佢冇得來啦，人家音控大哥就談到就講，怎麼解你大伯都講台北客家報，我就講啊，咩台北客報，台北客家調啦，我排寫是你，我真係太夢想了，為排寫。木主聽好咧，木主。好對，好，前面真嘅 V 無來冇。不過台北我愛真有聽數據大哥啊，你看佢哋都冇用。好啦，謝謝，今天這個回去記得撈V1號收版權那個宣傳費哈，因為可能要動已經談到過後，轉去會談到底客家報的那一篇會談一下。唔過真嘅要提倡所有講點樣咧，木主真見當重要哈。韓國唔敢要談過一個性變，要嚟到你因為木水唔好一個系列唔好發生動多起考嘅事情呢，等下轉來繼續留大家共下來分享了。因為佢選前嘅 V 數用買動到以為冇一個寫嘅東西同過嘛，佢就見啊，佢就想我買靠劇哩，佢就買動到拿5盒，做乜嘢就講呢3件一盒應該拉嗬，結果佢選前嘅員工就調箱，然後想用用半件一看，佢係保險套，唔係都用，唔可以用我嚇死，唔可以用他補嘅按身亡嘅。本記者話意思。歡迎大家到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哈，家主講到七家，因為哈這個木水唔好發生咁多嘅事情，唔過人家身邊
有多年吼，可能因为个木水唔好，结果才发生不知道有冇按神机啊讲，有冇按电影V嘅事情啊，以前叫佢出卖万年嘅，出卖牙子啦，吼，牙子爸爸妈妈姐姐全部都是妹妹，叔伯阿姊，叔伯阿姊要不要阿姊啊？牙嘅同學，没底啦吼，啊，其实发生咧乜嘅事情咧，喺那个偏离厕所嘛，一般没就出家呢，个门打開就到去嘅咩，係嘛？誒，個偏離廁所佢喺做一個設計，整條前喺玻璃，佢門做亮片咧。連下青島已經做防風，係啦，炸風嘅，係啊，那人去唔會按腳走出去嘛，啊，其實按呢，哦，出去架嘣，哎呦，用個玻璃嚟衝啊上去，順後一件咧，當然啦，看到一天時嘅成效嘛，因為好笑哦，當佢慣性講，佢哋壓條吼，佢哋風嘅，慣性嘅，誒個玻璃，後來當發現個唔係講阿姊嘅拳師嘅問題啦，其實咯係個玻璃出到強強力嘅，雙方應該掂下有玻璃請小心，愛生意啊，係錯，還有另外一個唔係阿姊哦，咩佢用係阿中古嘅阿嘅同學啦，哦，佢係用版型，佢係咪個色彩嘅關係哦，拳師啦，啊上次有啲一個造景水池啊，但嗰位有個破嘅係漂嘅，嘅浮萍啊，哦，啊就誒。哎呦，看起來強強誒，其實辣豆嘅係用誒，係個臭片，即係行上去。跌到嘅水的哇，對係，我們後代嘅水池哦，淺啊天啊，就差不多都給他腳踝，跟我主要要俾聽聽。給老給自己的動作係忍者哈特利，叮叮叮叮叮叮，誒，真嘅吼，因為腳踏出前以前吼，真嘅木主愛看吼，應講下誒木主誒應該看面挑戰啊，看哪個，見挑賴啊，見吼，你就沒有問題啊，挑賴，見有動作問題，你看到夯啊嘣，就衝到個天崩墩，其實有衝過啦，天崩墩俾你衝敗的，用嘅哦，你要賠給政府哦，咁啊用去哦，真緊啊，簡單來講下，因為老藝同到嘅細妹好朋友出去聊，嘅其中一個有啲朋友夾木匠出團體，唔講佢從來唔敢帶嘅隱形嘅木匠嘅人，佢唔講佢有700人通，還有800人通，佢說佢下咗條通來就出去了嘅時候，發現看唔到安尼懵，見安尼了，係點會冇想去做家務做啊？寶妹呢，佢要去超市買東西嘅時間呢，因為佢算錢嘅位數要買同到以為冇嘅細嘅東西通過嘛，佢就緊啊，佢就想買烤茄哩，佢就拿動到拿5盒，就冇嗌就講誒。呢3件1盒應該拉嗬，結果佢算錢嘅員工就誒頭傷，然後小朋友用白眼一看，佢係保險套，唔係咯用，唔可以用學校，唔可以用哈佛表按3萬嘅，本記者話意思，誒最近還要馬上做人咧，好累哦。真緊動起來，唔過之後，所以每來講到啲木主嘅問題啊，因為吼，其實嚇國際嘅衛生組織其實有發現了下國際吼有動因吼木主有動問題，所以就新年嘅逐年嘅新年嘅天一隻擺事，係國天叫做視覺日，叫做世界視覺日哦，所以點解你要睇下顧好自己嘅木主嘅問題，逐年嘅新年嘅天一隻擺事，吼假使根本係都好了，陣銀行可能看一下木主吼。將喺講呢吼，也係講日姐嚟看下。不過最尾吼，本大家來講下就講，對日嘅唔好嘅木水、壞木水，跟住對佢講下喊聲一下。錯，像我去講，好似當上嘅雷山啲麼？係按樣猜，他上嚟差唔多要6-7。雷下去。哦，真件當嚟知道，哎有用講雷下收縮了，真係係緊做來做吼，還算係貨，真件係啊。因為其實有陣時將嚟一下，可能帶女係木匠啊，真件帶到木主走睇嚟去啲嘛。唔過呢個無帶嘅時節，可以用朦嘅，係。但是你要去做雷沙，又知道哇，唔啲後面我有乜嘅會上會死，係上會死，上動到，真係一下可能係上，算嚟啦，出家己講嘅健康強勢嘅東西，係啊，我健康啊，這個吼50分鐘就60分鐘咩？吼，要下課10分鐘嘛，可以下談個戀愛，看有辦法冇？好啦，回過來講下遲到這個木主嘅木水，你下要滿意冇？
老花眼，我做在处理，我配种办法吧，反正是到了应该是优雅的老去啊，系啊是戴目镜之后咧啊，我系引起到啦，因为上回其实讲冇乜嘅配嘅方法吧，是戴目镜，刚开始想讲，看报纸戴目镜咪做得啊，可以每一讲哦，就是面对它面对佢处理佢，最每样做得放下佢，因为你们冇可能改变。系啊，他那讲全息是真是放下去，因为按多年咧，他应该这个是唔会让李家孔用有带时间好充是唔会讲有目珠会好照嘅问题，所以我看知道唔会做得，所以你下个隐形眼镜有按到款呐，系啊，所以唔会啊。唔是像你有冇像白卡按到钱？我冇见按到钱，佢系冲撞呢，而家呢中8千喂，系啊，中8班。哦，8班听听啊，中8班，单位是那个货币单位是美金哦，有美津巴威哦，基显来讲，用版去保养那个木竹。当然最喊迄2来好好的保养，因为冇保养的嘛，我进来进加成嘛。那中央海目前就维持都差不多300-400度左右。嘿，所以讲未来啦，喊迄希望讲，对，上一下就像嘎嘎讲的啊，2来去做雷沙嘛，你跟迄未来会照顾去上的个问题，跟一下就会讲哦，都是那个老配类啦，没啦，是雷茶啦，是雷茶没啦，就喊迄讲有那条有关古木族相关的那条视频哦，都是太刺眼的那条视频，它喊迄下重结尾啦，平均哈，最尾有一个台视，然后台视来分享这个故事，用半天来雷沙个故事。其实应该今天推荐大家哈。紧走雷沙，你要先讲，你今天摸你看很有义务，摸属应该对掉。好，来，没有置入性行发誓，我发誓。我今天你下雷沙嘅价钱哦，今天动过，因为应该做系 smile， 所以佢你系最新嘅，系真嘅，你系最新嘅。我一个技术啦，你家讲袂动镜，其实唔是，因为佢差不多是有几个秒钟嘅时间是固体咧。我说觉得明明 smile， 你昨天就是咪 smile 啊？你现在还用让你讲吼，5、4、3，外好咧，外好2月好 smile， 在拱灯啊！韩国因为应该做到了下，差不多2年咧，完全冇买照啊，也系嘛其他的问题。冻河，应该一个系冻河啦，因为了下唔是日白目镜嘛，需要会杀目镜啊，所以家己冻到散发当个问题。我还有让所有观众朋友讲一下，咩打伤适合做了就要手术，因为那个还有那个你的角膜厚度的问题，又拿喷长做一起做，按样讲抗险安全。冇错，即系讲啊，打伤唔系讲打伤嘅手术，让打伤放肆系适合自家托跌。当的方式来做，有人系做手术，系一个讲应该一劳永逸，但含白是唔是咁样去？有人可能行啊，我即下抗健的方式，从今年开始讲啊，我系时候探到啊，学唱出来，看了江山的青山绿水，我人生就开始走在古岸呢。你走对啦，唔过观众朋友，你嘅目珠系你嘅灵魂之窗，张走对，你个老目珠顾好，张走对做乜嘅？下礼拜用嘅时间继续来收看，你嘅后生太上。要花太假多。台灣人嘅勸世人口，目前喺全世界上竟然大頭名呢，你實在唔係乜嘅好傻屁嘅事情呢。聽錯要好好保護自家嘅目珠，記得看東西8點鐘再歇困10分鐘哦。平常時多看青山綠水。就等醫生的指示來調整自己的想法，這樣做得有好棒棒、好目珠哦。